早前傳出杜德偉被經理人姚鳳群控告佢3項刑事罪，有指當中涉及教唆經理人公司員工盜取公司資料。呢日杜德偉出席慈善活動，表示自己睇到報道都嚇咗一跳，仲有啲唔開心添啊！其實我都好難過啦，咁因為其實同經理人嗰個感情係好深厚，唔會去回應一啲嘢去話翻佢咯。咁當然佢有佢嘅諗法，我尊重佢諗法。咁但係至於接觸到一啲對我嚟講有傷害性或者係不實嘅講法，呢個我而家我唔想回應。咁但係只要碰到法律層面嘅嘢咧，我已經交俾我代表律師去處理。雖然受到是非纏身，但係好彩 Alex 有散身妙法，就係同周潤發去行山啦。佢話發哥行到邊都會引起無限尖叫聲，全程仲係咁俾人集郵，大讚發哥效應認真犀利啊！同場嘅蔡太李慧利就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事關新抱仔汪圓圓嫁咗入蔡家冇耐就有喜，認真抵讚。至於有咩獎勵呢？蔡太就話要賣下關子先，仲講笑咁話成個仔都送咗俾佢啦。咁唔知依家圓圓嘅身體狀況點樣呢？你知陀 B B 係呢個期間係會有陣時有啲嘢唔係好想食啊，譬如有陣時食咗落去又會嘔翻出嚟咁樣咯，係正常嘅，呢啲正常，可能遲啲會好啲。男石酸好啊，定係女酸好啊？其實冇乜所謂嘅，而家我覺得香港男女都緊要，最緊要生人應該再生第二個咁就得㗎啦。呢日咧見到蔡太咧講起圓圓有咗嘅消息咧，眉開眼笑啊，仲話非常之期待咧呢個 B B 出世，睇嚟呢個 B B 咧將會係蔡家一個開心果啊！娛樂新聞吳子琳報道。